間屋終於安靜了，一顆心先開始動搖。仔細肯聽教，笑容何其重要，容讓是禮貌，道歉不可缺少。累了，一盞燈只好熄滅了，一粒星顯得更寂寥。難道我寧願他人好，最後連想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得多麼少，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試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退。能耐耗直到幾多歲？留住笑面，結果將裡面粉碎。還在怪原生家庭滿幸，我未能圈出界線，可怎麼不分？任何事亦太